10年後我要做明星，我要拍 TVB，我要紅過陳祖兒。我唱首歌俾你聽啊！波兒如意小寶貝。10年後呢，我就想唔使憂啦，即係好多錢啦，跟住就可以做啲non-profit 嘅嘢咯。10年之後我會肥咗。大學畢業意味住一個新嘅工作崗位。今晚我哋揾嚟幾位新任嘅立法會議員，同我哋分享一下新挑戰嘅感受。各位密芝根大學嘅同學，你哋好，我係公民黨嘅立法會議員陳淑莊。話咁快就畢業咯，我祝大家前程似錦。唔知你哋有冇諗過10年之後會變成點呢？可能你哋大部分都已經成家立室，又或者你哋已經達成你哋嘅夢想，做咗好多你哋想做嘅嘢。仲有可能你哋當中有律師啦、老師啦、醫生啦，同埋商人，仲有可能係太空人添。哈哈，大家唔好笑喎，其實咩事都有可能發生㗎喎。10幾年前我啱啱喺大學畢業，我都冇諗過自己會從政，更加仲做埋議員添。所以老土啲嗰句啦，凡事都有可能，最緊要呢就係懂得把握時機，珍惜每一個機會，仲有要相信自己，加油。 Hi, all of the Hong Kong graduates i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. Congratulations, I'm Gary Chan,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lor. 各位同學，我係立法會議員陳克勤，多謝你邀請我參與今晚嘅活動，恭喜你哋即將大學畢業。中國人好中意用10年作為一個週期，因為佢有圓滿、十全十美嘅意思。過去10年呢，全球經歷咗一次又一次嘅挑戰同埋衝擊，但係最終都可以順利度過。雖然而家經濟不景，但我希望你哋有決心，唔好放棄，心裏面要繼續有一團火，努力為自己尋找出路。畢業之後嘅10年係人生黃金嘅10年，希望你哋經過今日嘅風浪，能夠磨練凌厲嘅鬥志，能夠學以致用，日後造福社會。再次恭喜你哋畢業，多謝。Hello， 各位密芝根大學嘅同學，特別今日畢業嘅同學，同埋你哋嘅家人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香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，社會民主連線嘅主席。毓民要恭喜大家畢業嘅同學，今日係你哋好值得盡情去歡樂、去慶祝嘅日子。今日亦都將會係你一生當中其中一個最值得紀念嘅日子。10年之後，你哋回想今日，我希望你哋仍然會有年輕人對生命、對社會嘅熱情。我哋搞社會運動嘅人有一句說話：20歲嘅時候，如果你對社會主義冇感覺，你係冇心肝嘅。到咗30歲，你仲懷抱住社會主義嘅話呢，你係傻嘅。嗱，呢句說話呢，我只係同意前半句，就唔同意後半句。因為我哋係社會民主連線，係濟弱扶傾、義無反顧支持社會公義呢一個理想嘅。作為有獨立思考嘅大學生，你哋唔一定要支持某一種意識形態或者某一種理想社會嘅主張，但係我好希望你哋今日對生命、對世界嘅理想喺10年之後都仍然要堅持，唔好麻木。呢個世俗世界呢，將你哋磨到冇晒感覺。當然，我更加希望你哋可以支持社會民主。各位，我喺度衷心祝福大家，未出土時先有節，到靈魂處總無心。多謝大家。密芝根大學嘅同學，你哋好，我係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。我知道你哋就嚟畢業啦，我首先恭祝你哋學業有成，就嚟踏上人生新嘅階段。10年後嘅世界會變得好緊要㗎。我哋知道10年後，我哋國家多個國際金融中心就係上海。我哋嘅國家同埋鄰近地區都會急速發展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唔好自滿，努力學習，應付未來嘅挑戰。
你哋喺密芝根大學受咗咁好嘅教育，相信你哋一定有能力面對未來任何嘅挑戰，並且可以呢係更進一步嘅。再次祝賀你哋，拜拜。